感谢以前的解剖新闻。咱除了伫咧运动的项目，咱台湾嘛有22组的表演团队要去到巴黎的文化奥运来演出。其中台南的洪中町看梦歌团嘛有入选，因这回要甲上在地表演搬到外国，让众人会当感受到台湾的多元文化。 正常的法师当咧念咒开路关，穿古早衫的老婆，甲彩球的小段拿红衣倒退行，甲有后场伴奏一团看梦歌上基本爱5个人组合。早期伫台湾西半部拢通看到看梦歌的卡爷，即摆较罕看到啊。这个歌团即阵当咧进行上尾一届彩排，因为月底因要去巴黎，到时要伫文化奥运的舞台，甲8当历史的双重文化原汁原味展予全世界人看。这传承一般。 你伫咧外口是看袂到啦，因为爱有人请出去搬才有，啊台北嘛无人咧用。紧张啊，我足紧张，惊恁表演了无好势。都有这机会，食到这年岁，有法度通为国家，互全世界知影讲，咱这个台湾。经过了解，看梦歌是无共阵头，甲民间风俗南做伙所形成的。其实上起头是做喜事的，后来当地人甲18条关阿爷故事转型做丧事。较早上济，敢若一个会赢就40-50团，到那全台南剩无到一半。洪中町看梦歌团团长讲，时代变化，造成大家对这项文化产生误解。其实真正意思就是要甲亡魂带落，袂当安慰着家属。发梦就是讲，藏这亡魂爱放下。哦，世间无论什么人，外勇壮、外好野、外好命，拢爱死。最大目的吼，要消透咱人的情绪。其实嘛是在带家属行过这个悲伤的这个关卡。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，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、传统文化啊，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的。 这个歌团以拼出海做主题，表演的成员讲，因做梦嘛无想过，汉地几时会当甲本土的传统文化早起国外，这嘛形成一个文化外交，互国际人知影台湾是多元的国家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